这个芥末时间长了有点黄啊。看这个有，这个没有，盖上。啊，说好了啊，谁先吃完谁赢啊，赢了1000块。开始啊，预备开始，我这边，你看。站着，跪下，手举起来，笑，哎，说笑，哎，媳妇来，你看这张好不好看？啊，这张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今年来，接着，来啦！吓死我了！你干嘛？吓死我了！怎么样，劲还不起来呢？同志，吓死我了！你干嘛你？啊，今天给兄妹了。气死我了！我问你，是不你背着我藏私房钱了？我没有，我懂。你冤枉人上！哎，大牙缝，别人都说有大牙缝，你看你，你看你牙缝，牙缝它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牙缝它漏水。我就漏了一点点。老公你真好，给我包那么多荔枝。我给我自己包的。你自己不会再包的啊？行吧。你拿水包的是吗？对呀、吃饭啦，这个吃饭啦。阿婆，过来一下。阿婆，我抓到一只小鸟了，我使到3，我一抬起来你就抓下去，别让它飞了哦。我会上当的。你不来我来，夹住。准备好吗？好。哎呀，我早知道我来的话，天不能现在下水道堵，给你通一下，下水道堵了，给你通一下。通啥？给你通一下。看，来，垃圾刷嘛，防的，记得牙线除精细哦。你的毛病，老铁。接下来给老铁们来个空中飞人。我的科技。哇，还得看呢，你看什么？